大家好，我係莊師傅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咧一個關於頸錯位、腰錯位嘅生活習慣嘅問題。頸點解會錯位咧？咁原來身體咧會有個記憶，有一個習慣叫 memory， 會 memory 咗嗰個姿勢係咪一個正確姿勢。當我哋經常咁樣對住電腦可能打字，咁但係我個頭側呢邊喎，咁啊打字。打得15分鐘、半個鐘頭到咧，個腦 memory 咗，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正確嘅姿勢。咁當突然間有人嗌我莊師傅，咁我擰過嚟，個關節咧、個骨咧唔跟佢褪嘅，其中有啲骨，咁唔跟佢褪咧，條頸又會錯位啦。咁我哋嗰個改，即係點樣去改善咧？就係可能由原本係咁樣側住打鍵盤，去望住個芒，係咁樣打，就將呢個習慣改咗，成個身對住佢打。咁條頸就唔會咁容易錯位咯。咁但係當然我打突然間嗌我咁樣擰錯機會率都比較微嘅。但係如果佢係側住嘅啦，已經係一個錯嘅位置，個腦就會以為呢個係正確位置咯。咁所以當佢一擰嘅時候，其實因為腦係 memory 咗我呢個打側嘅時候，呢個係一個正確嘅方向啊。所以嗌我嘅時候，條骨係冇咁容易會錯位咯。咁但係同樣地條腰都一樣啦，經常我都需要扭住個身，即係扭住個身去做嘢嘅，都同樣地會出現呢一個容易呢個我哋叫椎體錯位嘅情況咯。咁大家就留意下自己生活當中會唔會容易出現呢樣嘢啦。如果容易出現呢樣嘢，就改變下嗰個工作或者一個生活習慣，就唔好成日都擰歪，或即係扭住個身或者扭住條頸去做一啲工作，而呢個工作唔係講緊1分鐘完成嘅，係講緊係15分鐘、半個鐘頭連續地去進行嘅。咁呢個咁嘅情況就好容易會導致關節嘅一個錯位㗎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唔明嘅或者有嘢想問嘅，歡迎聯絡我啊，嗰邊有個電話可以隨時聯絡我嘅。多謝。